湾的铁基路为日本时代开始大规模建设，所以有真侪用词拢是讲日语，也有南掺台语和客语伫咧内底。平常人恐惊拢听甲雾煞煞。即马国家铁道博物馆就推出全台语的导览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铁路的用词甲文化。本岛这个物件是日本时代开始咧讲的，伊这个事实上是对英文的 point 来的，咱台语就甲号做本岛。看到伊边仔有一个用板的、用扁的物件，火车若过，伊板有正边也是倒边，火车就会当到伊的应该爱去的方向。原来控制火车方向的设备号做分道，是对外来语反过来。若火车头是叫做车尾，后壁9个车厢就是车颈。导览人员透过以上加语言的分析，甲民众解释铁路用词。较早是大人还是阿公阿嬷，因行拢是骑牛车无毋对，伊看到这种乌色当拖物件咧行，拢会感觉是牛，所以会感觉这应该当号做乌牛啊，这个名做台语开。这是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第一摆举办全台语的导览，吸引40外个民众来参加。除了铁基路车厢设备以外，各种古早铁路餐厅内底的状况展现伫大家面头前。筹备处表示，因逐个月拢有无共主题的导览，希望透过生活化的小解，互大家认捌台湾铁路文化。听起来是台语，毋过可能有条是结合着咱台语、客语，嘛有可能是一寡日本外来语的结合。变成咱台语的生活中的一部分。这款的铁路用这款的名词吼，看会当用这款的机会，不但是讲，互咱民众知影，当买当互咱的一寡的工作人员，伫后来这款的介绍的过程当中吼，看会当更加进一步来做一款学习。国家铁道博物馆上近每年就会开放部分园区，适当后全面开放。筹备处讲，未来有计会提供华台语导览服务。记者麦上英曾志由台北报道。